喺呢個故事入面，我想用爸爸嘅角度同大家分享，經歷咗擔心、為面子而頂硬上，最後妥協嘅心路歷程。一開始我知道阿仔有賭博習慣，甚至會去借錢嚟賭，係我幫佢買樓嘅時候發現嘅。喺辦理手續期間，我發現佢過唔到壓力測試嘅時候，好驚訝。阿仔佢知衰，佢求我幫佢手還債。做人老豆，梗係想幫到就幫啦，唔想佢孭條數喺身。希望佢還咗錢之後，佢可以醒覺同埋吸取教訓。見過鬼就怕黑啦。我一方面擔心件事傳開去會影響阿仔嘅前途，又怕債主唔知幾時會上門。我唔想事情鬧大會牽連甚廣，咁要顧及面子同埋聲譽等等嘅情況之下，我選擇咗同放債人妥協，用盡自己嘅儲蓄，甚至向身邊人借錢嚟幫佢清咗條數，諗住咁樣就一天都光晒啦，大家可以重新開始。點知原係噩夢嘅開始，換嚟嘅只係越滾越大嘅債務問題。佢以為錢可以解決嘅問題就唔係一個問題，但原來阿仔瞞住我繼續賭，甚至向財務公司向大耳窿借錢去賭。隔一排就會出現啲新債務，100萬、200萬、300萬，甚至去到1000萬。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咁妥協，但係發現根本冇盡頭，令到我哋成家都活喺惶恐之中，寢食難安。我唔知點樣先可以真正停止阿仔嘅賭博同埋借錢習慣，有一種好無力嘅感覺。唔知我可以點做？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不斷咁透過工作去麻醉自己，等自己可以忘記呢件事，咁就唔使去面對。經歷咗一次又一次嘅無能為力、憤怒、失望、難過，令我意識到問題唔可以再用同樣嘅方式去處理同埋解決。我選擇唔再幫阿仔還錢，唔再俾大耳窿利用。我要真真正正咁樣去面對同埋解決呢個問題。明知道啲非法借錢嘅放債人會利用家人嘅擔憂，而不斷用唔合理嘅利息要求還款，不斷加重家庭負擔，同時都助長大耳窿嘅歪風。我親身體會到，原來堅決唔幫佢還錢，先係唯一真正幫到阿仔解決同埋面對問題嘅方法。而家我唔再驚收到電話啦，唔好盲目咁幫佢哋還債，避免承受太多嘅痛苦同埋損失，同時都要令佢哋學識勇敢去面對問題，亦係對成個家庭嘅傷害減到最低。我希望透過我呢個故事，可以換嚟其他家人嘅警惕。我唔想有人同我行一樣嘅路。當遇到呢類型嘅事情發生呢，唔好覺得自己搞得掂，要及早接受幫助，揾啲有經驗嘅人幫手啦。